老板为了展示自家的臭豆腐最臭，竟然把他妻子杀了放在水缸里，然后放入臭豆腐发酵，仅需7期49天，无需添加任何配料，便可制作出香气四溢的臭豆腐。一对恋人闻名而至，专程来尝这绝味。男子急不可耐地点了2份，但被女友拦下。店内的豆腐臭味逼人，女子对尝试这味道有些犹豫。臭豆腐就是要臭，吃起来才香啊！这一定很好吃，最好吃哦，不好吃死。忙碌过后，臭豆腐终于被端上桌，男子迫不及待想要大快朵颐，却被女友夺走了筷子。他边责怪男友不注意卫生，边认真地擦拭筷子，但男子已经迫不及待地夹起了豆腐。这臭豆腐的味道确实非同凡响，两人一吃便欲罢不能，连连夹起。好吃，这臭豆腐会爆汁哎，是真的，吃过最臭的哎。这独特的臭味让他们连声称赞，匆匆的又点了1份，还特意询问老板制作的秘诀。老板洋洋得意地说这是家传的秘方，别处找不到这样的味道。正如老板所说，这家小店不仅臭豆腐美味，连老板娘在报纸上的照片都光彩照人。男子不禁赞叹，却让女友颇感不快，但老板却毫不在意。我老婆很漂亮啊，隔壁那个生煎包老徐啊，还有那个加热卤味的汤先生，还有卖红茶的王先生啊，都追过她嘞。哇，哎，怎么没有看到你们2个的合照啊？我不好看啊，拍照干嘛？哪会？一直夸自己的妻子美丽，每一张照片都美得惊人，他的言语中带着些许的心酸。然而情侣并未察觉，依旧嬉笑打闹。你很贱啊！怎么趁我不注意那边偷吃？是我点的耶！是你自己不吃的。那我不吃，我在跟老板聊天啊。老板讲话你都没在听。看着眼前如此恩爱的情侣，老板不禁回忆起了过去，可那些快乐的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。触景生情之下，老板决定免费再送他们1份独特的美味。老板不用啊，他付钱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今天我请客。还没等他们拒绝，老板便走进了后厨。自以为占了便宜的男友还很高兴，可准备食材的老板却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口水槽，里面泡着他独家秘制的豆腐。他随手捞起几块臭豆腐，突然水里露出了一只手，原来这才是制作豆腐的独特材料。看到妻子如此安详，老板缓缓坐了下来，再一次陷入美好回忆。独特的臭味让食客赞不绝口。门外的情侣还在大口享用着用老板娘泡制的豆腐。怎么那么好吃啊？